嚟啦！今日我哋繼續講下西關18個鋪嘅故事。咁上集咧就講到第10鋪，今日咧就從第10鋪向西行，就嚟到11鋪啦。根據史書記載啊，第10鋪再向西行咧，就嚟到恩寧涌邊，即係下西關涌嘅一段，就係11鋪。不過而家已經係恩寧路啦，恩寧路橫跨恩寧涌，一直去到多寶路口，所以11鋪咧其實就變成咗而家恩寧路嘅東段啦，即係由寶華路口到12鋪西橋恩寧涌呢一邊一段。咁雖然咧11鋪本身就已經消失咗啦，不過咧就喺松貴路口嘅對面恩寧路嘅北側咧，至今仲有一條叫11鋪新街嘅內街，咁算係咧11鋪留低嘅唯一記憶。而家呢條11鋪新街已經納入咗永慶坊2期，成為咗一個新嘅打卡熱點。由第9鋪開始，第10鋪、11鋪都係由東向西咁樣行嘅，但係去到12鋪，成個18鋪嘅發展方向咧就轉咗個180度大彎啦，變成咗由西往東行，沿住下西關涌兩岸嘅分佈，因為以前嘅河涌咧係迂迴曲折嘅，咁所以接落嚟嘅12鋪同埋13鋪咧，佢哋嘅走向都係彎彎曲曲，由西向東。可惜嘅係下西關涌後嚟大部分被填埋或者變成暗渠，咁所以而家沿住恩寧涌邊向南行，已經揾唔到12鋪嘅蹤影啦。不過喺12鋪西橋嘅東邊，仲有一條橫跨恩寧路、南通松貴路嘅12鋪西街，咁入邊咧仲有詹天佑故居紀念館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就正係出生喺廣州西關嘅12鋪。跟住我哋由12鋪嘅盡頭聯桂坊向北行入珠璣路，再向東轉就係到達咗13鋪啦。13鋪而家咧就叫13鋪路，不過咧13鋪路其實只係13鋪嘅一部分。據歷史記載，13鋪應該包括埋而家嘅清平路嘅北段同10鋪酒店後邊嘅河旁路啦，一路延伸到18鋪北路口，即係原嚟嘅德興橋交匯嘅地方。13鋪再向東去到西濠邊，原本就係14鋪。根據荔灣區志記載，沿住大觀河南岸發展起嚟嘅14鋪咧，曾經就好繁華嘅地區，船運好旺。東端盡頭就係14鋪碼頭，所有貨物都係喺呢度上落嘅。咁後嚟到咗明朝嘅萬曆年間，河道淤塞啦，碼頭慢慢就冇咗，淨係留翻低一個印記，就係上九路口嘅南邊西濠邊嘅14鋪水腳。通水嘅巷口重新起咗個水巷嘅牌坊，咁呢度都算係14鋪留低咗唯一嘅痕跡。跟住我哋由14鋪水腳嘅水巷牌坊開始，沿住光復南路向南行，經過咗太平橋口，呢度咧就係當年大觀河嘅開端。根據記載，呢段路本來就好易揾嘅，但係沿途咧都已經睇唔到任何15鋪嘅痕跡啦。15鋪已經變成咗而家嘅光復南路，由莊武街向西行到洋行路口，即係而家嘅長欄路嘅西段，亦都揾唔到16鋪嘅痕跡。16鋪就變成咗長欄路嘅西段，但係點解喺寶華坊附近又會標有15鋪同16鋪新街呢？原嚟喺清朝嘅道光年間，原本喺光復南路同長欄路嘅15鋪同16鋪發生過一場毀滅性嘅大火，成個繁華地區燒到渣都冇得剩。兩鋪嘅商人同居民為咗延續往日嘅輝煌，就集資響當時仲係郊區嘅上西關，即係而家寶華路南段一帶咧，就異地重建啦。咁為咗同舊區區別咧，新15鋪改名叫做15鋪正街，新16鋪改名叫做16鋪新街，即係而家嘅16鋪大街啦。咁並且咧一直延續到今日，咁所以咧而家位於寶華路南端兩側嘅15鋪正街同16鋪大街，同其他鋪咧係完全冇地理上嘅聯繫嘅。咁不過咧，當年借住15鋪同16鋪嘅名氣啊，令到成條寶華路
路繁華至今。今時今日，寶華路兩側已經成為咗西關特色美食集中地啦。大家熟悉嘅陳添記魚皮、順記冰室、寶華麵店、一心雞等等老字號咧，都係喺呢度嘅。而新16鋪亦都係風水寶地，人傑地靈，有唔少名人名宅咧深藏其中。澳門昔日賭王傅老榕嘅故居就藏身於16鋪東四巷16號啦。而賭王嘅鄰居4巷14號咧，正正就係香港4大才子之一黃霑嘅故居啦。1941年，黃霑就係喺度出生噶啦。位於16鋪大街70號嘅一棟3層西式洋樓咧，就係謝愛瓊婦孺醫院嘅舊址。謝愛瓊亦都係清末民初廣州著名嘅婦產科專家，佢深感民間接生方式落後，毅然辭去咗博濟醫院，即係而家孫逸仙醫院嘅職位啦，喺度創辦咗婦孺醫院，培育現代接生人才，幫助貧苦人士接生。醫藥費咧仲要係全免嘅。今時今日，好多人都唔知道真正嘅15鋪同16鋪原本就係響光復南路同蔣欄路，只係知道寶華路兩側嘅15鋪同16鋪。沿住蔣欄路過咗洋行路口向西行，接住嘅咧就係18鋪嘅東段啦。但就見唔到17鋪嘅蹤影喎。原嚟喺1931年民國政府響當地開路，將17鋪同埋18鋪就合併擴寬，建成咗而家嘅18鋪路啦。所以昔日嘅17鋪咧就變成咗而家嘅18鋪路嘅東段。東段兩側咧分別咧就有17鋪南同埋17鋪北兩條小巷啦。呢個咧就係17鋪存在過嘅實地證據。18鋪就喺而家嘅18鋪路嘅西段，但係18鋪路西段只係從康王南到18鋪嘅北路，並未到大觀河邊。根據荔灣區志記載，大觀橋橫跨大觀河，位於13鋪同埋18鋪之間。後嚟咧，橋就變成一路，個名就保留咗落嚟。1981年並歸入咗13鋪路，所以好明顯昔日嘅18鋪包括咗而家嘅18鋪路西段同18鋪西路。根據記載，18鋪西路同13鋪路咧，呢一個十字路口可能就係當其時大觀橋所在嘅位置啦。前面轉左同埋轉右咧都係清平路啦。從位置同走向嚟判斷咧，呢一段清平路好有可能就係昔日大觀河嘅河段。另外喺上九路近洋行路口有一條叫19鋪嘅短窄小巷，約幾十米長，但係荔灣區志記載咧19鋪係有爭議嘅，有學者認為係後人加上去，因為響光緒5年嘅省城圖咧係揾唔到19鋪嘅蹤影嘅。睇翻成個18鋪嘅發展命脈啦，從西濠邊第一樽向南發展，去到第9鋪開始向西去到恩寧涌，之後轉翻個180度嘅大彎往回行，朝東面發展，到咗14鋪又翻到西濠邊，真係不得不感嘆千年西濠始終係繞唔過一個結。18鋪嘅變遷記錄咗廣州城市同商業發展嘅足跡，無論點樣變，呢啲故事都會留喺我哋嘅記憶裏邊。